每一天，牧师陪你读圣经。今天是11月21日，约翰福音20章19节到23节。同迄个礼拜日暗时，门徒自一个所在门拢关闭，因为因惊犹太人的领袖。耶稣来，徛伫因中央，对因讲：“愿恁平安。”伊讲了，将双手结合的互因看。门徒看到主，真欢喜。耶稣阁甲因讲：“愿恁平安。亲像爸有找我，我嘛找恁。”讲煞，伊对因分开，讲：“领受圣神，恁赦免什么人的罪，因就得到赦免；恁无赦免什么人的罪，因就无得到赦免。”伫主过活了后，门徒因为惊吓、自责，甚至将门拢关掉。总是这个时，耶稣显现伫因的中间，对因讲：“愿恁平安。”也将伊家己互这个学生看。当这学生来欢喜看到主了后，主甲因讲：“耶稣本身受差遣，就是像爸差遣伊同款，咱嘛爱受差遣。”然后主耶稣将圣神来分一口气，伫每一位这学生的身躯顶。咱的生命，咱是毋是也予主将迄个圣神来分入伫咱的内底，也予咱欢喜来受差遣，为主做美好的见证。愿主使咱快乐，予咱会通坚固的心，甲主相同行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